赶快动手吧！待取得须天鼎后，为师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此物名曰乾蓝冰焰，乃是世间至阴至寒之物，染上一丝，连元婴都会被炼化。传说此火并非我们这一界应有之物，也不知那些上古修士如何找到这一团的。这世间唯有几种奇虫异种不怕此焰了，就比如你的那头血雨之猪。大名鼎鼎的血域之蛛，想到这样大，极难呐！阿拉鼎还是比金丝蚕强多了。小子，可真有点本事。你自己小心，